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在今日节目当中呢，咱要介绍的是咱台南市的这个南科吼，这个所在有一个考古馆吼，南科考古馆。那么这内底呢有足侪的宝藏吼，今日要来介绍，互咱乡亲朋友大家了解。这要一开始，咱先来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台南是一个众神之都也是个文化之都。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这个有许多的宫庙这个神奇。所谓掘地三尺有古迹，也让我们许多文物都在这个挖掘的都市开发的过程中轻易挖掘就挖掘到有文物。所以呢，这个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掘地三尺有古迹，造就台南成为一个文化古都。这个博物馆见证了过去，至少见证了2个事实。第一，科技跟都市发展是可以跟我们的古迹并存的。第二个，我们经过许多的人的努力，能够让这个对台湾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跟文化意义的考古馆能够落成。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过去付出心血的人，不管学界、不管政界、不管第一线的考古人员，或者是在研究室做研究的学者，那能够提供给我们后代子孙了解过去、了解现在、了解自己，这个真的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这个考古馆。今后呢，我们要将这个努力规划，将南科考古馆跟我们的水稻博物馆、跟左镇化石馆以及大内天文馆这几个馆能够连成一个博物馆轴带，能够规划一个将来文化之旅、博物馆之旅，让台南真正成为一个博物馆之都，成为一个众神之都，也是一个文化古都。这点是台南市政府跟中央文化部以及这个各单位大家一起齐心努力的目标。做者咱乡亲朋友可能捌去过台东的这个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哈。那么其实咱即马就近伫咱台南市吼，咱的这个南科这个所在嘛有一个南科的分馆吼，咱个叫做南科考古馆。那么这个南科考古馆伫去年的这个10月份吼正式来开幕，开幕了后呢嘛受到一寡这个民众大家真热烈来到这个所在参与，有的人呢嘛来到这个所在来打卡即马做流行这个打卡啦也是讲呢有足侪人来这个所在拍一寡这个景点啦网拍啦然后呢甲伊上网po起哩即马已经吸引真侪这个游客来到这个所在那么咱看连续剧有当时看到像这韩剧讲咧流行是啥物跨越时空有当时呢有古早的画面嘛有现代这个画面其实呢你若来到咱的这个南科考古馆这个所在，好像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一个过去这种古早的这个文物，然后呢，佮回到现代那么离这个时空的这个交错你马上就会当感受得到。那么在今仔节目当中呢，咱邀请到这位贵宾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南科考古馆，这位是咱南科管理中心的这个主任黄宏文主任。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我讲一个考古馆咱就去想讲以前读册的时阵。拢会去读个什么中国5000年的历史啦较少读个咱台湾的历史其实咱台湾家己嘛有足侪渊源已久的这个历史像咱这个考古馆内底讲足侪这文物拢是5000年以上对，咱台湾有5000年的历史。对，所以唔只看中国有5000年，咱台湾其实伊家己嘛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啦那么咱家己的宝藏其实很多那么咱。这个宝藏伫这个南科附近这个所在出土了后咱才甲伊整理起来，然后呢来成立这个考古馆我咧想，对着民众来讲啦咱与其坐伫迄个课堂上听老师讲看课本倒不如呢身临其境去到迄个所在，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文物老师甲咱教，还是讲课本学的我们马上可以这个
看到实际的这个文物哈，那么那种深刻的印象应该会让我们更理解啦哈。那么今日咱邀请到咱主任来跟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哈，咱的这个考古馆。我想首先要请教咱主任，就是讲这个考古馆伊的成立是安怎来，是不是？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是，就拄则主持人咧讲的吼，其实咱足侪观众朋友拢知啊，可能拢知啊，讲台南有一个南科园区，一个科学园区。对。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科学园区里面有一座博物馆。对。就像拄则主持人咧讲，为什么有这座博物馆伫咱的工业区内底？是。其实这就是要讲到咱民国84年，民国84年那时候，行政院核定了这个南科园区的开发。那将近20年了。是，就是伫咱古早台南县，伫咱新市、善华、安定这3区遮。因为核定了这个科学园区的开发了后，开始就这厂房就要起啊嘛，一起一挖了，才发现讲哇，这个所在这么多的遗址，对，南科园区大概将近1000出头公顷，然后里面就有58处的遗址，哇，58位的遗址，所以讲这些遗址出土了非常多的文物。那刚刚提到我们的文物哦，数量高达超过800多万件，所以讲伊涵盖就是咱台湾5000档的历史，咱家有拢种6个文化层，所以包含从最早的像在5000年前的大粪坑文化，然后到牛稠子，然后在大湖、鸟松、西拉雅到汉人，总共6大文化层的文物。那所以不只是讲文物就多，涵盖的这种文化层嘛，加深，所以这就是一个足宝贵的资产伫咱台南家。所以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随着科学园区的开发，所以慢慢的我们把这些文物整个就集中起来做整理，然后于是地方那时候当初台南县也要求说，那苏县长他就讲说，那应该要有一个在地的博物馆来承载这么多的文物，所以开始咱史前文化馆就开始接到这个任务，开始咧规划咱这个南科考古馆，所以一直到古尼底哈10月19，咱南科考古馆才是正式的完成这个整个的规划设计，然后对外开放。所以像拄则咱主持人讲到，其实咱拢无了解讲，咱台湾嘛有5000年的文化，要去倒看，其实来咱南科考古馆这边就知道说有这么多的文化的内涵。那么咱知影哦，这个南科考古馆哦，第一成立啦哈，这个过程当中哈。需要很多的人力啦哈，除了讲政府这个主管力吧以外，其实也有很多咱在地这民众哈，伊嘛是安尼真认真哈，希望说把这个文物哈，可以更丰富啦。那么听讲伫这个当中哈，有一个考古的这个团队啦哈，就是讲叫做迄个南科考古队啦哈。那么这个南科考古队因对着这南科考古馆哈内底呈现的这个物件，因花了很多的心力啦哈嘛。做足大的这个贡献哦，是不是嘛？借着这个机会，给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哈，他们是幕后英雄呢。是，其实确实主持人讲到，这是一个真趣的贵点。因为大家咱一般咧想讲考古哦，是一项就专门的学科，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门。那大家都会想说啊，考古是不是就像咱看电影，像那个。法柜骑兵啊，对，那样要去考古那样的考古学家吗？还是说，就像我们看到的，在研究室里面的这些学者，要去底下做研究，是不是拢较严肃、较专业？其实除了这专家以外，还有一大部分是咱拄则主持人讲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周边的对考古队。其实这个是等于说有点像是一个产业。当初在南科地区因为有这么多的遗址，所以它其实考古哦，它考古的挖掘除了专业之外，它也是一种相对是一个劳力密集的一个像是产业一样。这个贵点需要就侪人手来斗相共，比如讲爱挖啦、爱清啦等等这样的工课。所以迄时阵因为咱有这侪遗址，所以就想说，那就近伫咱这3区，拄则讲到善华、新市、甲安定这3区，咱这的居民这边民众，我们就募集说，大家若对这有兴趣的，欢迎来参加。当然咱的专家会教因讲要安怎清理。所以就是这样子，从你看民国84年到当公众20多档的时间，其实过程哦，就很盛大啦。像当初在抢救发掘的时候，为什么它是这么劳力密集的工作？就是因为
南科厂房在盖，这些企业弄咧抢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对，所以要很快，然后要很大规模的进行。所以当初我们这些在地的这些民众，这些阿公阿公阿嬷都来参加所以其实训练了一批很多的在地的参与这个考古队的民众，所以我们在开馆的那个时候，除了邀请我们像当然部长郑部长、文化部还有那我们的黄伟哲市长，对这些长官们来参加之外，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会看到说有这么一群考古队的这些长辈们，他们也来参加，也很开心说以前很辛苦工作的这些成果终于完成了，对，然后呈现在这一个博物馆里面，所以大家马龙来参加，所以嘛都有成就感，是，因为因伫这个考古馆内底，因嘛贡献一些心力，是。那么伫这当中咱考古馆当然呢，有的人可能因为去年10月才开放嘛，所以呢，我咧想咱的乡亲朋友还有做这人没去过那么没去过进前，然后我们都有一种神秘的面纱那么是不是借着今仔的机会咱主任就先给咱介绍一部分，让咱没去看的人对这内底小可有一寡了解那么咱这个考古馆内底，伊到底有具体的什么内容？是，其实咱就这观众朋友包括主持人可能拢要袂来过阮的馆来，对但是其实不晓得，大家不知道的可能是其实都有经过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其实我们只要搭高铁，高铁在经过南科的时候，就往你的旁边看你就看到一栋建筑，然后它是一个四方体，然后用整个外面是石材盖成的一个很特别的一栋建筑，那深灰色的，那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南科考古馆，就在南科管理局旁边。其实那有见过，可能不知道这是南科考古馆。那其实大家如果来到考古馆第一个就是说可以欣赏的，除了它的内涵之外，那先看到它的外观的建筑，对。那我们的建筑是由知名建筑师姚仁喜建筑师盖的，他的作品所以包含像故宫南院南洋博物馆，其实都是他的作品。那甚至于在我们南艺大也有很多他的这些建筑的作品。那当初姚建筑师在盖的时候，他就是想说，考古这是一个它可能自明性不是很高，就是大家可能不大认识，然后它又有很隐晦较神秘，感觉上刚刚像在做古的物件，对，一个就专业的、就神秘的所以讲用的一种建筑的语汇就会让它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方块体。那当我们传统在讲天圆地方嘛，那大地就是一个方形。所以我们的建筑体整个就是一个方块方形。那为什么除了这个天圆地方之外，那其实也是因为在考古发掘的时候，那个考古的探坑，它就是四方体，一个一个的四方体，四方块。对，它的意义啊。对，然后它是2米乘2米的标准尺寸，那所以也象征这样子的一个探坑。那所以进到我们馆里面，除了可以看到很科技，然后它还包含结合了一些考古元素的这个建筑之外，那其实我们内部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有4个常设展厅跟1个特展厅。那这4个常设展厅里面，包含第一个厅就介绍我们刚刚讲的6大文化层，大坌坑、牛稠子、大湖、鸟松、西拉雅跟汉人这6大文化层5000年的时间，所以跨越了这个时间。那其实民众进到这个馆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建筑物中间有一个方块体，玻璃的方块体，它其实就叫做时光廊道。那时光廊道的一端，它就是我们的石头埔遗址，就是遗址的所在地。那另外一端就是高铁经过的地方。所以它从古代到现代，对，然后从文明到科技，时空交错。对，然后我们只要从这一端走到这一端，这样就可以走过5000年。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在讲这考古，然后听起来就很硬的东西，我在听好像也不太吸引人。可是咱要安怎吸引这个游客进来，吸引民众进来？因为你毕竟开啊，你那这个经费的这个所在，如果没有人来看也真的很可惜嘛所以咱就绞尽脑汁啊，要好一个好像比较贴近民众啦民众呢，跟他讲，这个地方真的值得来一趟啊所以咱伫这个建筑的部分的外观我们就设计让民众会想要进来咱就讲配合咱即嘛看迄电视啊咱看迄咩韩剧啊连续剧，咱逐工连续剧啊，或者时空交错，古早跟现代连做一伙那个是透过迄种科技嘛但是呢，咱若实际来到这个南科的考古馆，其实咱得当自身
前世今生。是，我们考古馆的设计，其实本身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时空交错的交集点啊，所以我觉得公共艺术它就叫相遇。啊，为什么叫相遇？它里面有一个金属的未来人，然后还有一个用陶片做成的史前人的古早人、古代人。啊，我们来参观的民众就是现代人，所以古代跟现代跟未来的交错，其实就是博物馆要扮演的角色。对对对。讲到这个所在哈，咱来看一点影片，这影片好像是我们这个考古馆家提供的啦哈。咱看的这考古馆的这影片了，或许哈你会更想要进去来一窥究竟哈。那么咱这影片了，个继续跟主任来开讲。好，建设只能让一个城市变得巨大，但是只有文化才可以让一个城市变得伟大。在科技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和文化保存之间，我们做了最好的一个安排，就在我们旁边。这一刻等了20几年，非常非常的感动。在这一块丰富的土地历史之上，要起造一座考古博物馆，是许许多多人的梦想。我在此感谢所有努力的先进们，在此代表文化部向大家致上深深的感谢，先感谢大家的努力，谢谢。24年的考古工作，让我们今天得以看见超过800万到1000万件瑰丽文化的宝藏的出土。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这些当地出土的考古文物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馆舍，可以让它做一个展览。我们用5000年藏在土地之下的密码，借着考古学者的研究一一揭露。我们借着考古馆，希望带给我们的观众，带给国人更多的从当代的视野去理解，能够让后代的子孙了解过去，也了解自己，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可以透过这个博物馆，可以来了解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发展。透过这个南科考古馆，我们希望让大家考古的文明足迹能够在这里再现，认识过去，我们才能认识现在的自己，我们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因为考古馆的成立，可以带你走进5000年的时空隧道。咱拄则看到这南科考古馆的影片吼，我咧相信呢，咱的乡亲朋友哦，对着咱这南科考古馆吼，会认识会更加深啦吼。但是呢，咱今仔透过吼，咱主任的这介绍，应该吼，互你更加深入啦。还拄咱有讲到吼，这考古馆内底一寡吼，这展厅啦吼，是毋是佫继续吼，咱佫有其他的这展厅佫甲咱介绍一下？是我们的第一个展厅，刚刚提到就是要介绍我们6大文化层的一些代表文物。那但是那一般咧看到这文物，其实咱无了解用伊是到底是要创啥，所以接着来我们第2厅就会介绍说，我们透过一个史前生活样貌的复原，里面就看到讲古早人伊的生活空间大概是做什么款，然后会搭配我们的文物，让他了解到刚刚看到的文物，它其实在古人的生活里面，它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功能，对，所以他就让大家去理解，然后再来第3厅就是所谓的科学的考古，那就是讲说，那我们看到的这些，咱这专家是到底安怎研究出来，所以介绍就这包括像体质人类学，就是人面复原，也用骨头开始复原成它的那个样貌，咱讲一可能谁做什么款，或者是说从骨头可以发现说，人类的骨骼上面它可以有很多的资讯，它除了分别性别、年龄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它的劳动伤害、骨头磨损的状况，可以去推估它以前的生活的样貌。对，其实有很多科学的分析是嘛是那是演进过来的啦。是所以主要这3厅就是在介绍咱考古相关的。那当然再来还有一个儿童厅，其实很受欢迎的部分。那有机会可以再介绍。但是特别要跟观众
介绍的一个是我们的叫考古，就是博物馆的密室。那博物馆的密室这个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开放库房的概念。密室也可以进去，就是。对，因为大家都希望说，博物馆我可不可以到看到它的幕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对对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库房做一个开放式的展示。那除了一边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库房的样子之外，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文物整理空间。卡祖比的提供，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实境秀。民众里面店在看透过玻璃窗，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底下在监理。喜欢3D 耶。对，一个可以透视实境秀，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民众那个工作人员在那边整理文物，然后而且民众还可以透过对讲机，跟我的工作人员可以互动。你也在问伊讲，你这先你今麦写的做什么代志？他就要回答你说，我现在在处理文物的什么部分，什么部分。所以是有这样的互动是还蛮有趣的，也让大家看到说考古背后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一面。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要的展厅。那最后有一个特展厅，现在目前在做的是动物交响曲。那其实这个特展厅会依据不同的时间去做内容的调整。我也记得咱读册的时候，我人怎么从那个什么猴子猿人呐那一领眼镜过来那么咱实际的所在我们或许就可以从这些文物里面去了解古早的人他的样子啊，跟我们现在可能因为时代的潮流，让我们有这个变化你去看。当然很快要理解也很容易所以咱今天大会主任来给咱介绍真的是考古本来是很生硬让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有点乏味但是今天咱主任安尼给咱介绍，透过这影片安尼看了真的让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它跟我们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东西咱若实际去看，我在想，你也当可以吸收更加多这个知识去了解更加多这个尝试那么我知影讲，咱的这个考古馆内底，当然有足侪这个展厅咱要一个介绍较做清楚当然我们的时间有限，无法度啦但是都是有一点就是讲，比如讲儿童的展馆因为咱通常啦父母啦，家里拢会想要带囡仔去外口佚佗啦还是讲去走一走，但是咱嘛希望讲伫这周休2日也好还是讲一天也好啦那么你透过这样的游戏还是讲透过这样的户外活动，让囡仔其实寓教于乐从游戏中去学习。虽然出来是去佚佗去玩，但是呢，以经历这一些的眼睛视觉这种冲击啦，就是讲你去到这个所在经过这一些导览人员伊的这个介绍，无形中其实呢，他虽然不是在课堂上，但是他吸收的也很多我在想，这是父母希望更积极的这个层面不是说他玩一玩就好了他除了说松懈啦放松以外，其实会让各囡仔吸收更加多的物件。我在想，这是爸爸妈妈他们更喜欢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如果儿童的这个展馆这部分是不是咱请主任嘛，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是，因为拄则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讲。考古大家拢认为是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它是冷门的，比较无趣的。对。所以这个其实也确实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对。博物馆要经营上大的挑战，就是讲，你明明都无趣味的物件，你要把它变成有趣，是要变做有趣味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要考你们的那个自立。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展厅除了讲是这些考古的知识之外，那另外其实也特别设计了一个儿童厅。那这个儿童厅就希望说，就刚刚讲寓教于乐。我们其实这个儿童厅里面很特别，它有一个海洋剧场。那小朋友进到那个剧场里面，他可以搭一艘船，然后它有一个环景的空间，然后那个船在动，它一开始因为它是航海的过程，然后船会跟着动，然后甚至于上面会喷水雾，就是说你在海上有时候见到水花。小朋友好像去迪士尼一样。对，那为什么用这个海洋剧场？因为我们讲的大坌坑时期，5000年前的这个大坌坑时期的时候，民众其实他是习于航海的，因为我们讲到有一个橄榄石玄武岩这样的石材大坌坑时期是发现很多这样橄榄石玄武岩，可是台湾并没有产这样的石材，所以它大部分很多可能是从澎湖过来的，所以就显示当初那些民众、那些人
古人哦，他们的航海技术其实蛮高明的，所以就让小朋友体验一下说哦，以前祖先的智慧的对那样子的感受。然后包含我们有一些儿童迷宫啊，有一个迷宫森林，那小朋友可以在那个森林里面，它那个迷宫是会变换它的路线，然后里面可以猎山猪啊、梅花鹿啊，然后会有得分，可以计分这样。对，然后还有最简单的球池啊，比如说沙坑等等，就让小朋友可以在里面透过玩的过程，可以获得很多一些考古的知识。那我怎样哈？阿北基比进简啊，我们有很多的装置艺术，哈，这些装置艺术哈，嘛都值得哈，我们去哈认识一下，信不信嘛？给他透过这个机会，感其实确实很多民众来我们馆，就是很喜欢的打卡的点啊。除了我们那个中间的黄色天井之外，另外就是我们入口的这个鸟松家这个公共艺术。那这是我们请到阿 Kibo 老师，就很有名的设计师李明道老师那帮我们的设计的。那它其实最主要是取我们馆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就这个人面陶偶，这是鸟松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陶偶。那当初就发现这么一件，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鼻子特别高，那个可能属于他们那时候的一个玩偶，或是那很有趣，就这么一件，然后它鼻子这么高，然后后面好像又有绑辫子，看起来好像是绑辫子，所以到底它是做形塑当初的人的样子，还是说他看到了谁把它做出来？甚至于你要说他看到外星人也有可能，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嘛。那不过它就是一个这么具象的、这么有趣的、很讨喜的一个文物，所以说这变成我们馆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那我们就请阿 Kibo 老师就用这个人面陶偶的这个人面，然后去发展成它的公共艺术。对，所以它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在做 DIY 活动的一个他小朋友去做的比较可爱的版本。那事实上其实主要就是在强调说，这个鸟松时期的这一家人，他的成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还有2个小朋友，其实还有一只小狗在旁边。对，那为什么有这只小狗？因为我们在考古的这些发掘里面发现，非常多在南科地区有很多很完整出土的狗的遗骸，然后它是很安详的埋葬在人的墓葬的周边。那所以就代表说人跟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对，所以以前的家庭的成员其实可能不只有人，可能还有狗，对，所以就用这样来强调说，那个时期的一些就开始喜欢玩宠物了，是。那所以因为它造型很可爱，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活动都会以这个造型来做一些发展。所以哈，这卖囡仔啦，生芭比娃娃啦，生圣战士啦，以前就是生这哈，所以我们让小朋友进来的时候，他就说哦，原来我们现在玩这个，以前的人是玩这个了哈，所以让我们丰富我们的视野哈。那么咱今天哦，真感谢咱主任啊哈，可是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咱主任，就是讲，我知影讲这嘛，我们办做侪活动啊哈，嘛是要吸引更加侪人哈，用多元的方式，互因去了解咱的这个博物馆，咱的这个文物馆啊哈。那么是不是这今天这个机会嘛，给咱的乡亲朋友介绍一下哈，咱这的活动？是，我想今天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哈，来跟我们各位观众在这边节目上见面。那其实最主要是邀请各位观众朋友有空的话，可以来到南科园区。那我们的南科考古馆就在我们的南科园区里面。那其实我们除了馆的里面的展示内容之外，那像刚刚讲的周边的这些公共艺术，然后甚至于可以搭配周边的这些遗址的探勘等等，其实我们陆续都在暑假跟寒假有办相关的营队。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活动，那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官方网站。那只要就打南科考古馆，就可以知道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活动。那非常欢迎大家透过活动或是展示的方式来认识我们台南自己台湾有5000年的历史跟文化。是，南科考古馆怎么走啊？我们就在南科那个管理局的旁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自己开车的话，我们网络上都有相关的资讯。那如果搭车大众运输系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搭公车，也可以直接到南科管理局前面，就在我们旁边。那另外或者是搭火车的话，可以到台铁的南科站，然后会有接驳车直接到我们的馆。那很方便。是。好，今仔真感谢吼，咱南科考古馆吼，咱的主任来到这节目当中，给咱介绍吼。这个有点算神秘了哈，但是今天我们透过好像今天这我了乡亲朋友应该对伊的这个了解会更深入哈。然后我想要看着今天鸦片还有咱主任的这个介绍这么丰富，是不是也想要进去看一下？我在想，连我都想要进去看哈，因为很难得有这种可以看到古早的这个文物，然后我们现在看到都四处啊，要看现代物件都多都普遍的，但是要看
古代的东西哦，真的很少了哈。那么乡亲朋友哈，有时间咱也让来这个所在哈，咱南科考古馆这里走一走，然后现在小朋友呢带来这边哈寓教于乐哈，咱全家哈嘛是安尼温馨一下哈，一个亲子之旅哈。今天感谢咱主任，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谢谢，我们下次见。